为君闹起年，朝廷上封大江堡，革命党又被抓了一大批捆绑石头啊，奶奶早就跟侬讲过了，上家买宝嘛，侬要大喊大叫找来商议，回到吴家都要讨人欢喜。哎，奶奶啊，朝廷为啥要是革命党啦？哦，听老爷讲啊，伊拉没好好叫人事结帮扶闹，那些革命党不过不怕死，背地里呀，人人都夸他们是好样的。唉，人都死了，还搞好做人。奶奶，来，奶奶，哎，奶奶，哦哟，来，预备，放，啪！血冤枉帝，万岁！啪！国民革命，万岁！啪啪！4万万同胞万岁！哎呀，石头啊，侬不要困了地浪想不想了呀？这样子啊，要落下病根啊！来，快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文章，哎呦，老爷又特少奶奶发脾气了。丈夫一天一夜不回家，你已经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。是朋友约他去。朋友，又是那个日本留洋回来的女人来寄去。你是他的仆娘，怎么能由着他和哪种女人厮混？是的，和他在一起，这是说实话。他能和你丈夫身上一天一夜，怎么没有见你和丈夫身上不顾时辰？公公教训的是，媳妇也一定与他多说实话。夫妻相辅成器，以后你要叫他少出门，多念书，官场时来运转，得过一官半职，也好接吴家祖宗添些光彩。可是他说当今世道，谁要救国？做梦！就凭着他们这帮酸秀才也想救国？告诉你，实在由着他这样胡闹下去，长下火来，为你死问。是。快来看，杀革命党喽！杀革命党喽！
佛弟子多慷慨，我立志追随自国海，总派来今夜举你风来同八国归上团团队，天降三根新惧怕，为什么万不积极去做领见他一般就被为有问不关非你猜，家为大事谁不懂，恰为他安慰我佛生挂为夫君夜深路暗，快回房歇歇去吧。你先睡吧，我还有要事要出门。公公官长，要你少出门多念书。唉，这世道念书有用吗？公公万岁！娘你以后再也不要跟着他们胡闹啦。胡闹！我们反对皇室政理，绝不强求。官场合位，这难道是胡闹吗？为妻不懂。你先回房去吧。是。祈求协同到万为王，心为接纳。上级命令已传到，连水门军立弟子副将军你在今宵决定今夜了。祈求是他。终于可以扬眉吐气，大婚一场了。万一这举你失败，这神头要落地呀，你怕吗？我，孟子云：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。事情往生道，举目不逃也强不到。400万人心才无能这边，我们一定成功。
那有非父之言，不吐不快。那些18令我相守，一转一年，是你娘死他在苦闷中觉醒，是你也是他家日都门卫，是你令是他死我心生。祈求是他就想告诉你。时代的婚姻，内无情作子，没人撮合，纵然不爱，又能奈何？始终与你相守，令是他心中深重之事，就让他放在心中吧。不，是他可以怕恨而生，不愿怕恨而死。技巧，是他。谁？你。你们在做的事是不是很危险啊？嫂子是担心击球于死的。哦，不是的，我是很司机，不明事理，不能为他分担些什么。啊，有你和他在一起，我这心里好过多了。季秋，好过多了。
嫂子，放心。是的，我们走。好。技巧，我们走。爹妈娘个穷死的，还能到学堂去念书嘞？少爷当上新院长，先父后用从大道，来先生是个怕远语，中豪杰名下扬，他们都是革命党啊，走我跟上也在光啊，铃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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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也在光。奶奶呀，你去对少爷讲一讲，考过把革命当，出头我也要当一样当当呀嘛当一当。奶奶，好，搿有啥难个啦？啥辰光有空啊？奶奶去讲。真的呀？哎呀，好奶奶！奶奶，我昨天教你的功课，你记是了没有？我会得忘记啊！那奶奶我聪明哦。好，来，一拍一，再字正体面，共我整体神，两拍两，清朝皇帝面，民国总统神，三拍三，再无什么面？太平一家哎呀，我死了！哎呀，书包！祖宗啊，祖宗！四大儿当院长，家门光彩，师傅闹他完整闹成真过来，无需皇帝殿长院为人上香，不是谁莫道祖宗不明白，分此寻我也是莫等口眼，是福是祸难揣测，愿得官家兴，盛康开。
祖宗保佑。父亲，事到边了，你也该问问老衲亲了。文章王，这事到这边，也别不是儿子可以教训老子。好，那就请老子教训儿子吧。听着，乱世主管，好自为之。父亲，请官放心，儿子已经想好了。第一步，送他是儿树立名旗；第二步，刑八非而震动列法；这第三步。是的，公公，是的，我们的小龙儿已经开始长牙了。这第三步，一共长两粒牙，可牙，又白又细，整治一把，可好可这你。第三昨步，天夜里，龙儿哭闹，我还以为他饿了，为难他又不肯吃，原来他是要起夜撒尿呢。我们的小龙儿已经懂得起夜撒尿了。儿子，你须知道儿子，实际你是院长夫人了，就应该多关心些国计民生。国计民生，记日，儿子是小，国家是大。是儿子是小，国家是大。你呀，好好爷爷身家祈求，别总围着儿子当尊尊。可祈求他要是有了儿子，他就是有了儿子，也不会像你这么婆婆妈妈伤人心烦。父亲，这第三人步啊，只要一当官，就为当官强了。走，看看我那小孙子去。父亲，父亲。人国是在一旁傻听傻笑，实家是偏能干没完没了，长江他爱与鸡去做比较，有比有就鸡去好。
如今何必长相守？孤勇气写血书，我太太堂堂把心交。送与素衣，送与素衣。他曾经得三载夫妻代想知道翻天覆地加个名高，那是这金官太不过审问若怕受煎熬。驸马，这是送给素英的书。哎呀，看我这记性，你先贴近我的诗，我还没有送去呢。哦，那在这里，我这就送去啊。好，看你成风。哎呀，驸马，哎，驸马，哎呀，是的，是的。哦，你在想什么？哎，来，看你春风满面的样子，一定有好消息吧？是有好消息呀！哦，沈中山先生宣布实行明治共和体制，中国腾飞有望了。想不到你我自卑，竟可以造出一个全新的国家，全新的国家，多少年了，就盼着那一天早日到来呀！到了那一天，你我都可以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了。祈求我早就安排好了。日夜盼那就盼着那一天，神州故国万岁。
冤啊！讲一讲华夏事，说一说辛亥年，每一每老生我们过来不容易，长一长能小于鸭子郎，不偏见。哎，那道理满天啊响，乘风宝剑到啊前，记起我串串微微，串串微微，等他了一双老花眼。烦呐，困呐，烦呐，困呐，落落呼呼度天啊！年。美得好。不过，是的，更向往有一位心爱之人，相对而坐，谈天色地，爱意容身，那该多美呀！哎呀，你少酸吧。你难道就没有想过要一位心爱之人吗？心爱之人哎，事情哪有言心相之故哦？你看，这里还有一大堆的文件案卷，等着你我修改上映呢。这有何难呢？来，这边来。兰秀树得我自泪滚滚。金气光光来救夫君，用船间来祈求等时惊喜，修书因为的是祈求迎喜。七七呀，求公公接来将心。空。
清静，冷在瓦比肩身，我不的是用心灰意冷。这边儿我正美人细诉醉，轻轻鼻，密密边，总想讨他多欢喜。3年来，他不冷不热难亲近，比起秋房子我次次不是人，尤其不言情，又真不关身。小娇儿啦，小娇儿啊，我愿你不心藏恨，四娘们配好夫君，儿啦儿你今日千万要上进呀，你森林上京中的好本领，为娘无言留在此，娘是因缘化作余温，上本情深，上本情深。孙女啊，父亲，我想去看看素英。你与我跪下，父亲，跪下！老爷，老爷，我问你，这切车之罪，素英他犯了哪一块哪一条？你定要修他！哎呀，是个呀，刚刚做官就变脸，想做什事呢？哎呀，还好啊，我看见，否则少奶奶就没命了。少爷，快去认个错，认个错
父亲，素英却无故错，这是儿代祈求哀莫一生，也是不禁亲人难哦。父亲，儿想堂堂正正娶她为妻。糊涂！男人娶老婆，为的是传宗接代，享用起居。那新来的官逼你还他，你用得起吗？父亲，哎呀，是的呀，那屋里向啊，稻米烧饭，卡竹烧地，炖丝炖肉啊，你能做吧？他都做了，哎，要你做啥？你子素因他血性丧命，你还不思悔过？那趁他现在还有口气，你亲手去勒死他，不要他今日死了，你明日便过去那个累积去为妻。既想在心所以就给滚出官位，你去，你去啊！老爷，父亲，父亲，父亲，啥要拉死素英？儿子宁可死居去死。今日儿虽膝下羞辱，啥是有余在上，不料被驸马送去，心中一丝不安。怎么想到素英宽起手掌，竟为这般纠结。儿子虽然爱莫祈求，断不肯为此牺牲啊！父亲，从今以后，儿子宁可斩断情根，顺带素英，并至3年，一心国事，再不提休妻，再不谈情爱。父亲，你就饶了儿子吧。呀！嫂子，你是在恨死了吗？再恨我祈求了。好吧，既然嫂子决意要死，就请留下遗书一本，遗书免得牵累他生。为谁不孝，自愿弃公公而去。为妻不贤，自愿弃丈夫而去。为母不良，自愿弃幼子而去。我不是自愿的，我不是自愿的，我不是自愿的。那就去找高丽的丈夫，细心研究休妻之名。不，那就有死的当面认理，明辨是非。不，那就跑上龙儿，远罪高丽。你这般懦夫，
南瓜似的样，休戚于你。你怎么诚心说出这样的话来？素英始终家节事大，一向安分度日，夫唱妇随。皆因你来了之后，他才心猿意马，魂不守舍。嫂子，素英明白，人在近，人见色，都不及于你。素英更明白，他是真心喜欢你的呀。季秋，嫂子我求你了，嫂子，恳求你过忙来委屈无尽，嫂子，你为妾实为妻，将他心收，你只为是内你嫌我，呀我枉要女人同济共走，所以我生前为他做牛马，死后为你做马女。我的嫂子啊！为你痛，为你悲呀，眼泪承受情比比，谁委屈你不曾争过一句罪？承受说你不曾试过一下美，宁可原谅没事啊，且不管打着生儿哭，以为嫂子啊，嫂子啊，为人终须是真亏。天高地广，你要压茶飞。莫非你一定要等我死了再肯嫁接事的？不，莫非你是有意戏弄死的？不，莫非你已经有了身家？不，那你为我不曾见素英，不曾见死他，不曾见你死己呀？因为季秋曾列下大志，婚就不但婚能嫁，死必有报效国家。因我立下誓赐他死，被你天论，死不报仇。嫂
己的母亲。雷击秋，原名雷小叶。当年父亲跟随秋瑾组织匡复军，秋瑾身为女子，潇潇洒洒连路为党，轰轰烈烈组织武装，将一所男人都管不好的他，同学堂都办得红红火火，整齐昂扬。乡民们说他不随妇道，士绅们说他为了风化，可小叶恰看明白了，女子可以像男子一样抛头露面，一样处世为人，一样尽忠报国。正当小叶决心站在秋瑾之际，朝廷他传发兵，大同约他传召休息，四横鞭。秋瑾当场被捕，判决死刑，酿就今天草案，谁在告密自首？乃是我的亲生父亲。见他伤痕累累，血迹斑斑，他面对刀枪，狼声四逃。中国革命中来暖儿杜先生，秋瑾父乃官为女监第一声。头生几缕，跨出家。
命我背负着受此血债从前进，先父谁代学习，英勇义志须继承，小年多官被门死。你当真要收拾一生？千年八代，中国女子前途茫茫路相夫教子是一生终老归来是一生，青灯黄卷是一生，为他种美事也是一生，小年愿有求金女，为他种美事一生是因欢小燕，姐姐，有心明白了。姐姐，我敬佩你，我姐姐我的心里为你难受呀。妹妹，原是看这一恢复帝制，沈中山愤怒号召讨袁，南方军传召失败，很亏也是枪毙革命党53名，武昌人办革命党800余名。原是看为父弟子西来孙中山讨袁传百十营中，怪不得来汲取言语多几分，是他儿苦闷常在军中，在进行脑子乱杀革命党，为是他赶尽身旁有心从。
们吵什么？来先生，今夜要响应儿子革命，武装讨袁。那少爷怎么讲？少爷讲，别知讨袁已经失败，今夜武装军营内飞蛾扑火，冒险遭死。那后来呢？后来赖先生就大声地说道：“这是总部命令，谁不服从，谁就是破土。”老爷，小少爷得人发病，四肢冷冻，叫少爷去请大夫，苦少爷赠与赖先生。老爷，我去。不行，外面到处在这革命党啊！哼，这个就想当革命党，将来像少爷一样做大官，当院长。我走了，上头，驸马来，今晚上你听我宽进事大，不要让他出门。哎，听见了吗？又是一批同仇配杀，所以要反抗，要进行第二次革命。死了那么多人，流了那么多血，再讲第一次推翻，为什么还要恢复帝制？为什么还要再进行二次革命？啊，你怕了？我无视他，始终参加同盟会，生死关系，何曾追过一下眉？何曾黑过一步路？我怕。你可怕！你看看你，趁着这句萎靡不振，人家革命完不牢骚，你就不能振作一点吗？振作？难道你心中没有牢骚？没有逆旅？没有对吗？有啊！选择兵权在握，我们以局部之力抗争现状，明知无妨。可我们真的是不屈的精神，不死的希望，不灭的光明啊！是的。秋风秋雨，总有来。
四大不是不明白，四大是想问问你。事情情况，我还要去总部联络。祈求四大今夜三更结账为好，姐姐拒你。祈求，祈求，祈求。祈求啊，四大是想问问你，如果这2次革命成功了，还会再成冤死开吗？再经3次、4次、5次革命吗？路漫漫兮下居所天地间，天地间。路漫漫兮，路在哪里？路在哪里？路在哪里呀？是你是问是迷茫心难成罪。龙儿病成这样，你怎么不告诉我呢？你说今夜有大事啊？哎呀，大事大事，什么大事能与儿子相提并论？儿子是大事，儿子不是大事，什么才是大事啊？什么才是大事？你说，你讲，你讲啊！是他。我真是急糊涂了。等我去请医生。哦，石头已经去了，你歇会儿，我去见菩萨来。不用了，今夜又要聚你了。今夜聚你，当初生意诚心在我，今夜聚你拼死一战。
拼死一战，无视他，不怕死，生总是要死的。可到底为谁而做？为什么去死？来了，他们来了，我该走了。今晚上守着老婆儿子，哪里也不准去。父亲，要是滚跨出是家门一步，我就当了你的伤害。父亲，面临绝境，生死一灾，儿子不能不去呀！你傻子！你回头看一看，为父已是风烛残年，活不了几日了。父亲，是的，为父只有你一个儿子啊！父亲，我的儿
你就原谅儿子吧。跪下，告诉你丈夫，他一定要娶你，立刻就去死！公公，你就让死他去吧。媳妇我等不愿放他去不贤，怎奈离间已在眼，我不杀人神杀我，他一语责把真相现，神道邪情须报断，生死共命你当先。公公啊，你上世为人有先言，心意传我不能骗，四大金沙杀不去，他日里我眼里中谁神仙？你懂什么？媳妇想来多糊涂，今朝一查假明白，倘若是家家不放亲人去，举你定算为失败，当那是人人歌，人人赞，昨日的羔羊千刀万国事业，不是今日报成传。讲古在家等死来，讲古在家等死来。你是谁？与其在家等死，不是跑断平山。与其在家等死，不是跑断平山。来哉来哉，来哉来哉，救命菩萨来哉！老爷、少爷、少奶奶，石头去请大夫，大夫不肯出诊，私下2日3计，怎保小龙太平？石头呢？哎呦，石头啊，不要去提了。当老远我就看见伊临日夜晃晃悠悠，不紧不慢的啥样，气得我啊一把抢过牙先回来了。石头，石头，哎呦，侬又要装戏啦！石头，快起来，起来！嘘，哎呀，石头，石头侬哪个来？石头，石头侬哪个来？啊，石头，石头，他们抓住了我，我啥肚子痛，想拉谁到了，他们就开枪了。少爷呢？少爷，石头，少爷，石头，我是革命党，我就是当了，对吧？知道，革命党最听话，最不怕死。石头也最听话，最不怕死。革命，万岁！石头是革命党，现在是，将来是，永远都是。少爷，侬讲对吧？
这段永远是革命党，这段总算是当了。想不想了呀？这样子啊，要落下病根啊！来，跟奶奶回去。来，石头，不许跟奶奶拉皮，听闲话，奶奶啊才能回去。来。奶奶带你一起念书，一起问功课。奶奶我啊，聪明哦。来，奶奶带侬回去。一拍一，再自真气力，红真气神，亮亮，清朝皇帝命。为父等你回来。秋风秋叶轻轻斜摇，摸尽了娘的宝宝睡梦的一岁岁到天光亮，儿不应用敞开心。小爷，素爷，完了，谢多了，死的、到的、想的，春梅呀！要不是季秋为我挡了一枪，我就死定了。妹妹，谢谢你救了死的。弟弟，我们失败了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啥烧。是的，现在就要开始打水部了。这是总部同志的名单，你速去通知他们，一定要在天亮之前撤离江城。好。哎，这里有血迹，快！
是的，我去引他们，你们再而救。这下老王的黑场可以逃生，我们一起走。我已受伤，无法走远，你们快走。不，小爷，你们不要担心我，我身上绑有炸药，到了万不得已，就与他们同归于尽。这巧，要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。为了所有，为了儿子，为了你的老母亲，关于中午的东西，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。你快去通知他们。这巧是的。开放皇帝一世大臣，眼见黑暗，不为长久，前路漫漫，上下求索，相信总有一条大路可以通达明天。这巧路漫漫细修道远，上下就索天地间。这巧浪淘尽沧桑路，千折百围，千折百围，总相见，总相见。笑颜好美你生也悲壮，死也悲壮。
宵夜烈士为父长血债，分身谁过你堂堂，背石头小小年纪遭枪杀呀无马伤心疯癫亡，为什么好人遭人伤？为什么世道一无常？怨不得，使得他们不无脑，将水中四卷换刀枪。谁不来好日子，就不到几时方。浑身肌无忘，不劳衣裳，只盼世界能太平，只盼人间多安详，只盼家家得欢喜呀。好人们安居乐业，把天人享。袁总统给了皇帝的骗子，原来他要将这骗子接到他自己的腿上去。他是玩假的，可我们险都当真的玩命人呀！技巧。一位忠臣。
龙年就托付于你了。你要到哪里去呀？四大王呀，行路茫茫，四大名人与归向我，不由谁人4万里了。难道姬却为你到那一枪，就是要你与归相伴吗？难道姬却粉身碎骨，就是为了让这世上好人永远没有岔路吗？四大，你好毒啊！就不会有当初失意之举，你这糊涂，就不会有一路彷徨之苦，你这糊涂，就不会有今日之心之痛。空门蜻蜓，专指将军更欢迎，君王问罪下一官，离疆分土此意。天在人我从中呀，皇城新闻泪真恨。书生拿得把你去，等等你胸莫胸襟。我想自己上，我想兵必居黎民，我想横扫不平事，我想杀命这结局，多少梦想曾泡影，生愧为人不是情，因与鸡犬把路引，同门为中及同门，给上为居君体地外，得好教及名声，一声枪响声吹真心而举你大功臣，自古不许顾家小忠到此生为革命，不了原则若成第二次革命风雷惊，阶下不滚不寸大上须记须淋漓，杀来杀去已无度，死来相去理不清啊！为人恐我不共我，为人民自更来明，莫放逆流艰难接，千丈继续看我心，到是今，到是今啊！祈求一曲是灭明德，同生四山俱随成人，百姓照样愿着得人，得到强大梦心体无路黑无门，贫家一时期望新生，贫家一时期望新生，贫家一时期望新生，属于那。
要早升天，如意条。莫怕低，莫怕上，低低上上上上低低，你才能经得起风，顶得住浪，牵着把位，走上阳光道。素英，我的好爷亲他们来撞人了，你快逃命去吧！你快去通知中国的同志一起走。你快带着龙王与虎去一起送信救城。是的，他们要抓的人是我，我人一追就不会放过你们。快，所以快去！是啦。将来只有能人救我小于将军，救命终于到我，我乾坤于未来。